2026年最新一批銀色債券出爐，但係坊間實在有太多人捉錯用神啦。今期銀債嘅保底息率4.25厘嘅背後有咩代價同埋風險？如果我想買，又可以點做？今集我用投資者嘅角度幫大家阻隔噪音，拆解2026年銀債最重要嘅事。睇到最後，仲會教大家點樣靠自己用富途牛牛 Apps 隨時隨地嚟買銀債。歡迎嚟到阿尼投資功課。我相信普通人都可以學識投資。等我陪你由零開始，一齊畫出你嘅財務自由地圖。本內容僅供資訊及教育用途，不構成財務建議。投資前請大家自己衡量風險。第一件事，銀債有咩回報？今期銀債為期3年，佢嘅派息機制係每年派息2次，利息就會按照4.25厘或者 CPI 消費物價指數兩樣當中比較高嗰一樣為準。你可以將 CPI 簡單理解成通脹先啦。即係話，政府俾你4.25厘做包底嘅利息，如果通脹更高，就會按實際通脹去計銀債嘅利息。所以，如果你有1萬蚊銀債，用4.25厘去計，一年就係425蚊。如果3年都以4.25厘計算，就係1275蚊利息。通脹萬一衝高，就會用通脹嚟計算利息，所以銀債有效抵抗通脹㗎。咁4.25厘回報係咩概念？咁我哋可以睇下呢幅圖。呢張係美國3年期國債嘅走勢圖。理論上，美國國債被公認為冇風險利率。而家嘅3年期國債息率喺4.3厘，3年期嘅銀債同美國國債嘅利率差唔多。當然，我哋冇水晶球，唔會估之後利率嘅走勢。如果對比往年，今年銀債嘅息率都幾高㗎。除咗2023年因為美國瘋狂加息推高銀債息率之外，其餘年份嘅銀債息率都係比今次4.25厘為低㗎。所以依家都係一個好嘅時間去鎖定一個高嘅息率。跟住講下銀債嘅流動性。如果我買咗銀債，但係1年半之後突然要用錢，咁咪大鑊。係咪一定要鎖足3年？其實銀債本身冇二手市場交易，但如果中途有資金需要，可以要求提前贖回，咁樣政府就會按照原價，再加上持有嘅實際日數計翻利息俾翻你，唔會因為未到派息日而冇息收。即係話你唔需要將銀債擺喺度，等到到期日先有得拎翻現金，而係隨時可以要求拎錢，等2-3日俾銀行、券商同埋政府去處理，就可以拎翻啲錢啦。講完回報同埋流動性，更重要嘅係睇下風險。銀債有啲咩風險呢？理論上，債券嘅風險可以分3個風險去睇：利率風險、信用風險同埋匯率風險。如果想重溫呢啲債券嘅風險係咩嚟，可以睇翻呢條片噶。跟住等我哋睇下，究竟銀債嘅風險有幾高？就利率風險嚟講，銀債基本上冇一般二手債券嗰種市價利率風險，因為銀債嘅利率起碼有4.25厘，而且因為銀債冇二手市場，當你想拎錢嘅時候，你唔會喺債券市場用市場價格賣出，反而政府仲會用原價加翻利息去俾翻錢你，所以呢個產品唔會賺息蝕價，係可以保本嘅。加息嘅時候，理論上債券價格下跌，但係政府會包底，所以銀債冇利率風險，市場加息你唔使蝕債券價格。跟住就信用風險嚟講，出面嘅人會講到香港政府好大鑊，發債當收入會搞到政府破產等等。但係呢啲都係噪音，最緊要係睇專業嘅評級機構俾香港政府嘅信貸評級，除非你覺得你睇新聞嘅判斷仲勁過評級機構嘅專業研究啦。以下係評級機構對香港政府嘅信貸評級。標準普爾對香港政府嘅長期信貸評級為 AA 加，短期信貸評級為 A1 加，評級展望係穩定。穆迪對港府嘅長期信貸評級為 A3，評級展望係穩定。惠譽對港府嘅長期外幣發行人評級為 AA，短期信貸評級為 F1 加。評級展望都係穩定，咁呢個信貸評級代表緊咩？就係香港政府有少於0.2%嘅機率唔還錢俾你。另一個講法就係你投資落500至1000間類似評級嘅公司債或政府債，會有1間唔還錢俾你。呢個信用評級比美國政府低少少，但係都好安全噶啦，好接近冇風險，大家唔使自己嚇自己。見到坊間啲新聞就話發債當收益，就自己驚埋一份。其實評級機構睇得緊過我哋。跟住就匯率風險嚟講，用港紙買銀債，到時收息收本金都係收翻港紙啊。
如果你喺香港生活係用港紙嘅，咁就唔使考慮匯率風險，除非你喺其他地方生活，或者成日要喺其他地方使錢，你要用外幣兌換港紙嚟買銀債。咁你買之前要考慮匯率風險咯。所以銀債係保本嘅產品，風險對比起市面上嘅收息產品細好多，接近冇風險咁滯，而回報又可以接受，同其他收息工具好唔同。如果大家想我去比較常見嘅收息工具，無論係銀債、收租嘅住宅、收息股、年金定係3416，就快啲留言嗰樣工具，同埋 like 埋相關嘅留言啦。如果你嘅留言夠多人 like，咁我就會優先考慮拍下一集，比較下最多人 like 嘅收息工具。如果阿尼有得揀，都好想買銀債，不過阿尼未到60歲，買唔到。今期銀債邊個有資格買？咁今次嘅認購人士需要喺1967年12月31號或之前出生，亦即係要喺2027年或之前年滿60歲或以上，同時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所以我冇資格買啦，我阿爸阿媽就有資格買啦。往年我都有借我阿爸阿媽嘅配額去買銀債，希望今年我阿爸阿媽肯借個名額俾我買啦。另外，認購最細嘅單位係一手，每一手係1萬蚊港紙。表面上政府最多俾你買100萬，但係都唔使買足100萬，因為即使你填咗100手，都唔會分到100手。既然銀債回報唔錯，風險又低，咁就好大機會會好受歡迎。咁認購需求大，最終會按照配發機制分配，即係先俾合資格申請者派一手，然後再一輪一輪分配剩餘數量。所以真正獲配幾多，最後仍然要睇整體認購情況。參考往年嘅經驗，拎太多錢出嚟抽，又鎖死大部分資金，抽唔到又浪費咗呢筆錢嘅用途。富途牛牛幫大家整理咗以前銀債嘅分配結果，可以睇下以下呢張圖。近年嘅銀債嘅最後分配結果都大約係17至24手左右，所以大家唔使一下子俾100萬落去噶啦，都係如最多抽中20幾30手啦。另外要注意嘅就係每個人只可以透過一間銀行或者一間證券行提交申請。申請多過一次，反而可能令申請被作廢，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重複申請。而家富途都可以用嚟買銀債啦。如果大家經富途嚟買銀債，認購期就由2026年8月21號星期五上午10點，到至2026年9月4號星期五上午10點半。如果大家想認購嘅，唔使認購期一開始就買嘅，無謂咁早鎖死自己嘅資金啦。既然 deadline 係9月4日，咁預 deadline 之前2-3日再認購都仲趕得切噶。富途仲免收9種手續費，如果你未有戶口，開戶仲送1800蚊。如果用我嘅專屬優惠碼 ALI 嚟開戶，仲會額外送多200蚊。而且富途而家開咗13間實體店，有專人1對1服務，幫大家開戶買銀債。下面就係富途實體店嘅地址，大家快啲睇下，有冇一間喺你屋企附近？如果自己唔識買，就可以落去揾專人幫你噶啦。如果想自己隨時隨地認購銀債，用富途牛牛嘅 app 買銀債嘅方法都好簡單。打開咗富途牛牛嘅 app 之後，可以去到下邊嘅市場，然後打開港股，然後碌落少少，見到新股中心嗰部分，然後你就會見到呢隻政府銀債2909，然後按下，然後嗰啲資料就列晒喺度啦。如果想仔細了解銀債嘅資訊，可以睇翻政府呢2份發行公函。然後可以按下申購呢個掣，咁我就買唔到啦，因為我未滿60歲啦。但係大家滿60歲嘅話，就可以喺認購數量嗰度揀翻自己想買嘅數量，然後揀普通認購，然後按下一步去確認就得噶啦。總結一下，今次銀債保底有4.25厘，而且套現都幾方便，幾日就可以拎翻出嚟，而且回報比過去幾年嘅銀債更好。加上香港政府違約嘅風險好低，唔使賺息蝕價，不失為一個安全嘅投資。不過只有今年每到60歲嘅老友記先有資格申請，而且銀債受歡迎，大家唔使拎太多錢去抽，因為都未必抽得多。如果你今期打算認購銀債，你會申請幾多手？不妨留言分享下。如果你覺得今集幫到你，記得幫我 like 同埋 share 俾屋企人，尤其係可能符合資格嘅父母長輩。最後要多謝會員。Jackson Wong KY King Fai 2112 Cliff Fan 8716 John Lau 2397 Lau Andrew 9481同埋支鴛鴦支持上次影片。
如果呢條片對你有用嘅話，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阿里投資功課，我哋下次再見。